정부好我叫 Muhammad Adam Haiman Miruset 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的小的号码是0114021210我家有哥哥人爸爸妈妈3妹妹2弟弟和我刘希奇你好同学们晚上好谢谢你问老师都不是哈那东西你太太有特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或者朋友不是马来西亚人大太相亲是印度人他们是中国人吗挂了很高兴认识你